来看台中哦，今年9月要办 F1 赛车的活动哦，有风声讲定价500块的票，即马伫网络顶头已经花到3000块到7000块咯。台中市的运动局是呼吁民众哦，会当去检举，若互抓到爱罚定价50倍。快车道双向8个车道，宽阔的路面车流量真多。台中市府日前宣布，9月28要伫咧遮举办 F1 赛车展演活动，14号开放买票。结果3万张门票一声就卖了了。现在传出一张定价500块的票券，伫咧网络社团转卖起到3000至7000块不等，民众是感觉震撼。大家好不容易都是去排队去抢票，然后结果只要因为你就是可能利用什么工具，然后去抢了这个黄牛，然后就卖给大家，那这样对大家都不公平。7000应该有可能会有人不敢买。对，因为真的太高了啦。市府甲活动单位主打2024年亚洲唯一 F1 活动首度登台，会邀请 F1 车手赵田裕毅展现赛车性能甲高超的技术，受到车迷高度的关注。台中市运动局证实出现疑似黄牛票的状况，强调会使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来办，上悬会使处票面金额50倍罚款。依法可开罚票面金额10倍至50倍的罚锾。若使用机器或不正行为抢票，更涉及刑事犯罪，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抓到必遭重罚。这种贩售票券的人通常都不会以实名登记，如果日后遇到票券争议的时候，可能很难找到业者，然后去做消费争议。市府表示，也未接到民众投诉，若是黄牛使用机器无正当的行为抢票，更加涉犯刑事犯罪，抓到就移送检调侦办，会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有无需要使用的票券，会使伫咧9月21进前办理退票，呼吁做阵来防制检举黄牛，保持市场公平甲透明。记者台中报道。